大家好，歡迎收聽國際觀察站嘅節目，我係你哋節目主持人阿 K。今日嘅節目入面咧，就同大家探討一下啦，喺當前社會入面，性別同埋靚嘅關係，尤其是都想探討一下，就係究竟喺政治或者係公共生活入面會點樣體現到出嚟呢？咁樣節目開始之前都希望大家可以繼續留意我哋嘅 channel 啦，亦都可以 like 啦、share 出啦，或者下面留言講低你哋嘅意見嘅，有多啲朋友都可以同我哋一齊討論一下你哋對呢個題目嘅睇法嘅。咁近期其實喺台灣啦，特別就係針對女性政治人物嘅化妝同埋外貌嘅評論呢，其實引發咗好激烈嘅討論啦。呢個唔單止關乎個人嘅選擇，更加亦都反映緊一啲好深層次嘅性別歧視同埋社會結構嘅。咁我哋都會分析一下啦，就係究竟喺厭女呢一個概念嘅起源啦，同埋對於當前社會入面嘅表現出嚟啦，亦都探討一下究竟化妝同埋靚，可唔可以成為究竟係對於女性去參與政治或者公共參與入面所面臨嘅一個雙面人呢？咁樣咁就係啦。之前啦，台灣民進黨嘅立法委員咧黃義川就喺政論嘅節目入面咧評論台中市長盧秀燕所用嘅粉底液同埋妝容啦，借此都暗示對方就係啦，佢去探訪災情嘅行為就係扮嘢啦、做戲啦咁樣。咁喺社交媒體上面都引發好多嘅評論。咁民進黨嘅性平報咧更加發文直指黃嘅發言係有厭女嘅嫌疑，呼籲黨入面嘅成員咧應該就喺批評政治對手嘅時候更加謹慎去選擇語言。然而啦，儘管黃義川本身就虛心接受咗建議啦，咁但係就有好多民進黨嘅成員同埋支持都反過嚟批評翻性平報嘅作為，認為厭女一詞都已經俾人濫用，而打自己人嘅行為更加係損害咗黨入面嘅士氣同團結。有人質疑啦，點解評論粉底液就等同於厭女？難道女性政治人物完全係唔可以批評嘅？面對呢個問題，首先就要釐清所謂乜嘢叫厭女情意結，到底係乜嘢嚟嘅先？隨住女性主義嘅論述越發主流啦，厭女呢一詞都喺生活入面變得更加為常見。但與此同時，大家都好傾向就係以厭女描述個人或者個別事件嘅一啲語言嘅習慣，例如係話某個人好討厭女性咁樣。咁其實呢類嘅陳述就唔係好精準嘅。一個人即使情感上面冇討厭女性，都可以有可能成為一個厭女嘅情結嘅操控者嚟嘅。相反地，呢一類嘅陳述往往就造成一種誤解，就即係厭女係一種個人嘅情感或者心理嘅狀態。厭女應該俾人當成一種權力分配機制同埋治理工具，即係話啦，厭女就喺父權社會入面為咗鞏固基於二元性別分類同埋建立嘅一套權力上嘅階級啦，維持以男性作為權力主要操縱者而施行者一方，進而採用嘅一種管理手段嚟嘅添。呢套管理手段主要針對女性嘅。咁而厭女機制入面咧，就係以獎勵同埋懲罰去並行啦，試圖確保女性喺服從父權社會入面嘅一啲性別角色嘅規範啦、義務啦同埋行為等等嘅方面添嘅。咁講白啲啦，父權社會就認定女性係具有特定嘅樣貌，必須服從佢哋特定嘅期待，實踐特定嘅義務，擔任特定嘅角色，做特定嘅事。厭女情意結嘅用意就係在於係咁樣，透過獎勵嗰啲符合期待嘅容貌啦，或者係佢哋行為啦，以為啲懲罰一啲唔合規定嘅女性，進而就約束管理同埋抑壓佢哋啦，令到女性就安分守己，都唔敢或者唔想去超越一啲父權社會嘅權力結構，進而就繼續維持男性嘅地位、權力同埋佢哋利益添嘅。呢一套作為喺生活入面各個面向嘅機制，其實佢哋具體會點樣實踐呢？咁喺私人領域入面啦，女性就會被期待就將自己嘅性啦同埋美貌啦，係奉獻俾特定嘅男性。因此男性普遍就會認定可以隨意評價有性吸引力嘅女性啦，而太過放縱或者享受自身性慾嘅女性就會遭遇各種嘅攻擊。但係同時，女性都有為男性生育子女嘅義務。選擇唔生嘅咧，就會俾人視為一啲國安危機啦，甚至乎係太過自私或者貪玩添嘅。另一方面當女性進入公共領域或者某啲係過去專屬於男性嘅場所或者領域嘅時候咧，就會遭遇各種嘅阻撓。首先佢哋可能會俾人笑啦，唔被認真看待啦，大家都覺得佢哋只係嚟玩下。其次，佢哋面對更嚴苛嘅標準，可能要付出加倍嘅努力或者有加倍好嘅表現，先可以被視為有資格進入呢啲領域添嘅。佢哋甚至乎都會面臨一啲好額外要求，就例如話想要發表公共意見嘅女性，會被期待要識得聆聽、去同理。未婚未生仔嘅女性政治人物咧，就會俾人質疑就係唔識得家庭嘅需求。但係聲稱自己從未做過家事嘅男性政治人物咧，就唔會面臨呢一啲嘅問題嘅添。咁最尾啦，女性都可能面臨更高嘅道德期待。一旦呢啲女性嘅行為唔符合父權社會入面對女性嘅某啲想像咧，咁就會變成佢哋喺道德同埋人格上面嘅缺陷啦。咁最近啦，其實美國體育界都出現咗一個典型嘅案例啦。
美國女子職業籃球聯盟其實喺過去幾個禮拜啦，都呢連續10幾場比賽入面都出現有人呢就向住球場中央掉啲性嘅玩具。女性職業運動呢長期都被視為唔正統啦、唔專業、唔精彩。另一方面係反映咗女性運動員嘅人工都唔及男性。另一方面，女性運動係好少受到同樣嘅關注，例如電視嘅轉播場次好少啦，或者難以喺黃金時段嘅曝光。咁其實呢2年啦，咁佢哋都有幾位男球員呢，之前好風魔大學聯賽嘅年輕球員去加盟啦。佢受歡迎嘅程度其實呢，即係都直上升㗎啦。不論係買飛入場睇或者係轉看即係轉播嘅人數咧，都有增加到。更加喺今年稍早都宣告，就係明年將會增加3支球隊。但係對於某啲人嚟講，其實咧女性職業嘅運動依舊都唔可以俾人認真看待，貶低佢正當性嘅方式，就係施加某種性嘅恥辱。我諗大多數人都會同意，就係掉性玩具其實係好幼稚嘅。佢背後原意就係想利用一啲性嘅元素去詆毀女籃啦，或者係女性運動員嘅正當性。因為父權社會一直都以嚟都將女性係當成一個性物件啦，透過性玩具掉住佢哋嘅人，就想話俾啲女性知你哋嘅位置喺邊度，貶低到啲女性嘅價值添嘅。翻返嚟政治層面方面，女性政治人物其實經常都面對好多問題，佢哋一定要滿足一啲針對女性嘅期待，例如係呢個外貌啦。咁或者又唔可以太有女性氣質喎，女性必須係展現出一啲某啲被視為陽光嘅氣質，就例如佢哋有啲魄力啦，但係又唔可以失去陰性嘅特性，例如係溫柔傾聽。女性政治人物嘅政治能力呢，常常都會俾人將擺喺父權社會對於女性嘅其他要求都綁埋一齊，同時女性都更加常喺道德正當上面得到質疑添嘅。咁例如前英國首相啦，咁呢個曾經係接受過呢個發聲嘅訓練啦，令到聲音變得低沉一啲啦。聽起嚟唔似一般女性嘅尖鋭。美國前副總統賀錦麗就喺2024年總統大選入面，女就因為爽朗嘅笑聲就俾人攻擊為成個癲婆咁樣啦。希拉里咧長期就俾人話佢唔夠真誠啦，好似好假啦。當年總統嘅辯論之後呢，特朗普甚至乎一度攻擊希拉里喺辯論會休息嘅時候呢，去廁所嘅行為就好嘔心。但係同一年其實特朗普都曾經因為辯論嘅主持人啦，梅根海利嘅尖鋭問題而發爛渣啦，並暗示對方係因為月經嚟到先會情緒不穩嘅。呢啲都係女性喺公共領域常見嘅待遇。咁佢哋導致一定要保持情緒穩定啦。如果唔係就會得到一啲歇斯底里嘅評價，同時都係要展現出好友善、好親民嘅一啲形象，否則就係你哋好惡啦咁樣。但友善態度要係太多呢，就可能被批評為太軟弱，唔夠有氣魄。佢都需要掩蓋自己有月經呢樣嘢，同埋好比較高頻率嘅噪音嘅一啲聲線啦咁樣，令到群眾容易忽視自身嘅女性身份，同時都必須完美咁樣執行例如生育等嘅女性義務，先會俾人視為一個優秀同合格嘅女性添嘅。翻返嚟台灣黃義川同盧秀燕嘅事啦，其實唔難想像，當一個女性政治人物畫咗一個全妝出嚟，就會俾人話係扮嘢做戲。但係如果佢嘅妝唔小心花咗，大家又會話佢唔得體、唔靚唔謹慎。如果佢冇化妝咧，又會話佢污糟邋遢、唔禮貌。咁父權社會一方面要求女性必須要維持照顧自己嘅外貌，但另一方面就喺公共領域入面，如果佢花太多心思喺外貌上面，就會俾人質疑佢嘅資格。咁我哋亦都從來唔會問男性喺外貌上面會冇花心思，亦都唔會話有啲人話佢哋究竟係咪真係靚仔，或者係個樣我會係點樣咁樣。咁同時究竟乜嘢叫做太多呢？咁樣其實標準永遠都好浮動嘅。因此關於厭女嘅批評，應該係要俾人放喺一個社會結構上面嚟睇，而唔係單純地因為一個男仔批評咗女仔就足以構成咗呢樣嘢嘅。亦都唔係話女性唔可以受批評，講一句女性嘅壞話就係厭女嘅。咁但係其實無論係黃義川或者特朗普嘅一啲言論啦，批評佢哋正當性都喺呢度啦，就係佢哋處於乜嘢社會位置上面，去採用啲乜嘢嘅標準嚟批評呢啲女性先，又企圖透過呢啲批評達成乜嘢效果呢？咁樣。咁所以呢，亦都有兩個好好嘅檢視方法嘅。首先可以就係諗下啦，喂，化妝同埋扮戲做戲嘅關聯性到底喺邊度呢？講白啲，女性個妝要幾完整，要用幾多錢嘅粉底液先可以符合到做戲呢個標準呢？我哋好可能會發現到，其實冇任何一個理由可以假設一個人化妝嘅行為同佢施政用心度之間有關聯，即係代表究竟佢化唔化妝其實唔係同佢施政用心好大關係，或者佢化好多妝未必會影響到佢嘅施政能力嘅。第二個諗法就係，如果一個男嘅政治人員，佢好可能或者喺點樣嘅情景入面俾人指責佢做戲呢？例如佢着得好靚嘅西裝，又或者係着幾錢嘅西裝先算呢？咁樣。如果女性唔可以花太多錢去買粉底液，咁男士戴嘅手錶或者着西裝最高嘅價格又應該係乜嘢呢？
又或者佢哋每個月飲茶食飯應酬嘅預算又會係幾多呢？咁樣其實成個社會對於男性政治人物有冇同樣嘅檢查流程或者標準先咁樣？嗱，綜合頭先我講嗰啲啊，其實厭女嘅情節就唔係應該被理解成一種個人嘅情感或者心理狀況，而係一個社會結構嘅產物。重點就唔係在於女性可唔可以俾人批評佢係化妝或者扮戲，又或者男性可唔可以批評女性，而係呢套嘅語言建立咗一個點樣嘅社會情景底下。喺父權社會入面，其實女性嘅外表都成為咗評價女性嘅標準方式，並且經常同埋一啲個人道德水準去掛鈎。身為政治人物，所以都好容易面臨一啲雙面人。嗱，又要喺方面維持自己嘅容貌啦，就例如係要比較女性化啦，但另一方面又唔可以太過精美、太靚，亦都唔可以太過女性化嘅咁樣，一定要攞到個平衡添嘅。咁但係啦，咁呢個就唔代表化妝或者女性嘅外貌展現本身就完全冇政治意味或者討論價值嘅。有啲人就會主張化妝係個人自由，女性嘅選擇應該都係要被尊重。但呢一種以選擇論為基礎嘅就有啲盲點嘅。如果一切都係個人選擇，咁但凡個人選擇就具有正當性嘅話，咁點解我哋仲要討論一啲結構同埋集體革命出現呢？咁樣咁女性化妝，尤其是女性政治人物嘅妝容入面，其實具有好多值得討論嘅面向。嗱，究竟靚嘅勞動係咪經常都係一種隱性？其實係一種隱形嘅勞動嚟嘅。大家都看見到女性努力嘅成果，但係就見唔到勞動嘅過程。比如我都聽過裸妝呢一詞啦，就係個人要化咗妝，但又好似冇化妝咁樣。女性就被期待咧係要透過各種嘅資本工具去打造一張唔係原本長相嘅臉，咁但係又要令到人哋覺得呢個係自然嘅成果嚟嘅添咁樣。咁所以咧，大家都會見到就係咧喺呢啲方面，佢哋都幾困擾或者幾擔憂嘅。再進一步去諗嘅就係邊個就會被期待付出呢一種勞動，又或者另一面嘅問題就係邊個有機會或者資格進行呢一啲勞動呢？畢竟女性喺靚嘅勞動力上面所面對嘅期待，或者佢哋同佢哋身份背景經驗係有相關嘅。一個白領上班族會俾人期待畫靚個妝去返工，但係反而知生產線面上面嘅女工，如果佢畫靚嘅妝容去返工，可能會俾人笑添嘅。但而且喺嚴苛嘅勞動環境下面，其實妝容恐怕都維持唔到幾耐。咁進一步嚟講，當一個人面對一日12個鐘頭嘅高度體力勞動，而且人工好低嘅時候，化妝呢件事就更加變得唔再重要，即使心有餘力都不足啦。因此，其實化妝與否好多時候都涉及一啲個人選擇或者意願以外嘅因素。但係啦，呢一套嘅美的勞動呢，就被期待展現出點樣嘅效果，都唔係單純個人嘅選擇。例如就係粉底液嘅目的，其實令到個人膚色純粹係變得更加白淨透亮嘅啫，就唔係話要變身。咪點解呢？點解理想嘅妝容永遠都係要拉高鼻梁啦，令到個眼睛要大啲啊咁樣，或者睫毛要彎呢咁樣？究竟呢一套美麗嘅標準又喺邊度呢？其實唔同階級身份群體嘅人都可能俾期待緊有唔同嘅妝容。有啲妝喺某啲場合可以接受，但係某啲妝就唔得。呢一啲都遠遠超過咗個人選擇嘅範疇，而係同我哋社會基於性別、種族、階級等嘅因素而去建立嘅審美標準有關。嗱，另一個關鍵問題就係資本主義點樣令到化妝變成一個合理而且具有吸引力嘅事。嗱，其實過去女性俾人告知就係為悅己者容，化妝係為咗令到我哋對男性更加有吸引力。但喺女性主義慢慢成為主流嘅時代，商人就開始主張就係女性要為自己而靚，化妝係為咗令到自己快樂。因此，其實睇落化妝係個人愛好選擇嘅一個論述。某程度上，其實確實係俾資本主義收編得幾好嘅。咁就好似之前咁講啦，女性經常都會俾人告知就係要令到自己快樂啦、愛自己嘅方式，就係投資更加多係資本市場提供嘅工具，就例如係化妝品啦、醫美啦，總之你越使錢就越靚越快樂。但係就喺呢一個位方面，化妝確實有值得批判嘅視角。更加就唔好講產業背後嘅剝削，化妝品製造涉及嘅一啲動物權益或者各種嘅環境問題啦咁樣。咁因此其實講翻去台灣呢件事啦，黃以川嘅事件確實提出一個好重要嘅觀點，就係啦，我哋係咪應該要包括一啲階級嘅視角？喂，盧秀燕嘅裝扮同埋佢嘅政治風格，其實某程度上都係一體嘅。咁所以咧，其實咧曾經有紐約時報嘅評論者啦，都寫過一篇好有意義嘅評論。探討就係 MAGA 嘅美學，佢都指出啦，保守派嘅女性政治人物特別就係經常結合同美國優先國族主義嘅同埋保守基督教兩者嘅 MAGA 派咧，其實有一套非常固定嘅美學標準嘅。佢哋就會着住好啱身嘅西裝或者套裝啦，個胸入面係戴住之前係戴住一個十字架嘅頸鏈啦，身材係偏瘦，要望落嚟睇落係有做運動，而且合意嘅裝扮，咁就好似美國現任嘅國安顧問啊同埋白宮發言人等咧，就係好經典嘅。而呢套美學咧都會延續到喺生活風格上面嘅喎，其中又會分為兩類，一類就係好似咧
傳統嘅妻子咁樣啦，回歸個傳統主婦嘅身份女性，全心投入咁去做屋企嘅事務啦咁樣。另一方面就係要職業，如果係職業女性呢，就要全能啦，唔單止要強調母親嘅身份，最重要嘅就係佢哋要表達出佢哋一個虔誠嘅基督徒。咁呢套美學嘅想像表現出嚟嘅就係自然就係一種保守派所認定女人嘅樣，一種喺外貌上面精心照顧自己，生活入面投入好照顧育兒上面嘅義務，喺政治上面支持女性，喺精神上面好信聽從佢哋嘅宗教。透過呢啲嘅形象啦，亦都暗示呢種政治意識嘅正統性。但係呢一種嘅完美嘅形象咧，打造咧，經常都好依賴一啲資本嘅元素。但呢啲通常都會俾人掩蓋啦，令到彷彿就係一種天生嘅狀態咁樣嘅。咁因此啦，講翻盧秀賢，佢所呈現出嚟嘅風格都唔應該俾人單純理解成一種個人選擇。其實某種外貌精緻結合母親嘅形象，希望投射出嚟嘅其實都係一種特定嘅政治美學。而呢一套政治嘅美學想要吸引嘅，亦都係特定嘅階級背景嘅選民。好，咁今日嘅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亦都係啦。希望大家聽完可以諗下究竟化妝係咪真係可以令到喺政治上面有幫助呢？咁樣。咁亦都喺下面留言講低你嘅睇法啦。咁今日嘅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多謝晒。